爱迄运动吹嘅是教练陈志奇。你哋好鬼大嘅咯。冇唔错，爱手迄入选韩国吹嘅潘国贼。爱嘅目标，就会爱戴5条，打入冠军赛。再叫你，唔控球。你做乜解啊？敢係唔打控球？想讲球来手打，手唔去運動是有經驗。爱迄教練行迄唔生迄教練。迄幾條嘅運動行起矮。唔搶迄無歡喜，兼迄老唔尊做助理。全世界都知，數好認同，運動就無球好打。韓國亞夫有矮，手無陳志奇。打球敢真經佯裝係輕鬆樣的。講有哪唔好，佢就用做離開入去。籃球雖然係用散嘅運動，不過關鍵嘅時間，唔像有氣架做得上先。他是屬於那種韓式風格，又正又殺。哇！真型清好看，非常本人期待哦！客家電視台《細妹上床》呢，愛開始來播出了。前幾年啊，《細妹上床》一開始來播的時間，大家就知道哇，有冇有一個按電影下又按青春，韓國又有啊，要到細妹運動精神，按用嘅一部連續劇，啊，下來當然呀，你就會同大家來見面。今本日啊，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哦，順來一部《細妹上床》，當時播出的時間，啲金鐘獎還得到的這個最佳編劇獎，鼓手後，真嘅我來好好期待一下，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本日來到節目，我來宣傳的演員哦，來分享楊晴分享。大家好，我係楊晴，我哋細妹上床呢第八做嘅角色係林彤。林彤係主角，女主角對不對？女一來到節目同大家來分享，阿莎來分享，另外一位演員係呢羅汾真分享。大家好，我係羅汾真，今本日同歡喜來本大家看。哦，韓演導哦，韓高哦，我也看過佢兩位，這個身高都很高，果然是同個打籃球有相關的戲劇，對不對？好啦，細細嘅嘅來請汾真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細妹上床就會來播出，要同大家來見面，新來喺某個時間要來播出哦，嘅嘅同大家講。從4月1號開始，每週1、2晚上10點在客家電視台播出。冇唔錯，請大家聽咗愛來準時收看嘅呢《細妹上床2》啊，其實啊，《細妹上床2》同《細妹上床1》，睇有想講啊，就是細妹打籃球啊，啊用2同1有乜嘅檢查，其實係冇共用嘅哦。頭擺眼看《細妹上床1》的時間，算是比較集中 focus 在這個學生的時候，高中的籃球。學生時代，啊，唔過一刻都係2，等級不一樣咯，對不對？我們是不是有點進軍國際跟進軍職業的感覺？那楊晴都也bij《細妹上床2》是做這個女一的角色，叫做林彤，係唔係？請楊晴用林彤這個角色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所以《細妹上床2》發生的某個事情。女孩上場2這一部是首次以職業女籃為主的戲劇，應該是全台灣第一部職業女籃，好像沒有看過其他有，對不對？對，對，也是第一次和韓國職業隊的球員一起合作拍攝球賽。所以有跟韓國籍的球員一起演戲跟打球，也是退休的，他們也是退休球員。對，你氣感沒黑，你自己也是退休，我自己也是退休。對，所以真的是，這個林彤他在這個戲劇裡面，那大致上他在這個職籃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跟這部戲的劇情大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安東在戲劇裡面是在 WBL 女子籃球聯盟裡面，算是職籃，對，職籃的一個隊伍，然後連續5年墊底的球隊。就是有點狀況有點不太好，對，就是營運有點狀況，是很不好吧？才幾支球隊，我們都是最後1名。對，就是墊底，但是已經連續5年。對，然後因為公司虧損的狀況下，董事會決定，如果我們沒有打進冠軍賽的話，就會面臨解散的問題。這樣，對，那當時候因為新教練沒有到來，所以身為隊長的我，要扛起帶領球隊贏球的責任。所以就是你要帶領這個已經目前是墊底墊了很久嘅球隊，希望佢哋都會得到好成績，不然的話就大家都要解散了。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沉重的压力。有一点沉重，对，有一点在这个角色上面，对，在这个角色，对，然后刚好在这时候，我的名字又出现在中华队初选名单里面，所以你同时是职篮球员的身份，但是你要去比国际赛，代表中华队去比国际赛。我的名字有被入选进去，但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对，就新闻先出来这样子。就是在你的角色状态，嘿，你去打，你原本打职篮打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叫我去参加国际赛？然后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对。然后因为就是亚洲杯的比赛时间跟我们季后赛比赛时间是重叠的，那我们安东就是很有可能打进冠军赛。对，但因为妈妈的关系。某些因素我就不多说，对，会剧透，对，不能说太多，就是某些因素我还是去了中华队，所以你割舍了你的原本职篮的队伍，他们要去比赛，但是你必须抛下他们，然后去打职篮，对，去打中华队，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也内心很纠结，也很愧疚啦，但是我最后还是去，但还好在这个时候。新教练陈子琪的到来，然后带陈子琪就是安心亚，对，安心亚，就是在他的魔鬼训练下，他们安东在热身赛的时候获胜连连这样子，对，然后成了联盟第一，对，然后林彤又后续在中华队的比赛当中，集训只有集训而已，还没有比赛，集训而已，对，就也有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有一些高潮跟低潮，对，就好不容易撑过了训练，然后中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我被退训了，对，然后联盟冠军队也因为在董事会的压力下，也集体退出了中华队集训。然后中华队就会面临了正中无将的状况，有可能没办法成军去釜山比赛。对，然后这一连串的故事，然后搭配其他的剧情支线，就是反映着职业女篮所面临的问题。哇，真影黑一类很真实的一部戏。那我们刚刚听到了黑这个女主角，这个篮球员呀，沈芬来供呀剧情。我们现在来有请他的那帅哥洪正来同他的福音后他，你都提督黑演马该角色是饰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跟整个球队的过程又有什么纠葛这样子。我在《女孩上场2》里面饰演的是杰森，那他就是安东集团里面的，讲白一点就是富二代所以有个有钱的爸爸，少爷，对，爸爸的兴趣就是除了经营公司之外，他喜欢女篮，所以给秀给一类球队，对，他就建了一个安东队，这个职篮队，是，然后我就在里面捡了一个职位，所以算是领队的感觉。是领队，就是除了打篮球跟训练之外，都是他在包。少爷要处理这么多事情就是了。这个就留给大家看，他在里面到底在弄一些什么事情呢？我自己是觉得他好像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的，然后好像这个球队的输和赢他也没有很在乎，可是他又好像很在乎的想要去证明自己。我觉得这部戏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所有的角色都好像在想要找到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包括后来的教练也是有一些，不管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有一些舞台施展拳脚。所以希望鬼扑戏卡就会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对不对？这是很核心的部分。但是其实亚白同剧除了有这么多年轻的演员之外啊，其实没有懂得其他厉害的演员，很厉害的演员也有参与。比如说有跟这个杨琴有对戏对到，就是这个丽英姐，还有丁姐，丁野田丁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戏里面是扮演你的什么角色，然后觉得他们演戏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那种戏精的感觉？丁英姐在剧中饰演的是我的母亲，对，然后14年前，就是妈妈是在篮球圈里面的，对，然后她也是篮球界的人物，对，篮球界的人物，有看到这个照片，就很有篮球界的感觉。然后14年前也因为她的关系，我进了中华队，参加了亚洲杯，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对，妈妈因为悔恨在心，然后淡出篮坛这样，对，然后跟她拍戏的过程中，我一开始很紧张，
因为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的感觉，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演员。对，但他的亲和力让我觉得，就是一跟他见到面的第一面就觉得，他当我妈妈，我是完全可以从头到尾就叫他妈。就是可以很投入在里面。我第2天跟他见面就是直接叫妈妈，我也不叫他丽英姐。对，他的那个亲和力很强。然后很多时候我情绪进不去，也是他帮我带进去的，他会现场指导我。因为其实有知道母女之间啊，不管是Hikap 迪度为母女，还是我们真实世界的母女，都会有很多，当然会有很多情感上面的，会有开心的事情，也会有很多牵挂挂、纠纠葛葛，彼此情绪勒索，可能都会有。所以我很期待都要 Hikap 迪度看到你跟丽英姐之间的戏剧跟情感哦。那我们来问一下洪正好了，这一部戏里面也有安心亚跟夏哥，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2位也是非常会演戏的这个艺人在里面，你们对戏的心得？是夏哥，就是大家都知道他非常会演，是。然后这次他是演我爸爸，就是公子哥的爸爸。那他就是非常热爱女篮，所以才弄了这个篮球队。可是呢，他的身份比较，因为他是一个算是领导人物，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放任这个安东亏损下去，因为已经15掉年车尾，所以他就是一方面又很急，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用太强迫人的手段去面对这些东西，包括后来的解散也不是他真正的意思。那跟他合作就是很舒服，任何的事情你只要跟他说，他马上就知道说我要干嘛，因为毕竟他经验值这么丰富嘛。之前没有合作过，是第一次合作。之前有，可是没有这么直接的对手戏。对，之前有合作过。对，故事後其實係要到動精彩嘅內容，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先休息下，下一堂節目中嚟再繼續來講哦。大家準時收看復起來咧，唔知大家對運動呀比賽有沒有一段時間是特別熱衷？因為像我好了，我不是運動員的身份，但是可能感從這就是國中的時候，會有一批同學特別瘋籃球或特別瘋棒球，然後跟我時就是同儕之間在聊天的話題，就是他們可能就會聊一些比賽的賽事，然後我不看我就會有點落伍，所以我那時候就會去看一下這個比賽的賽事。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下個電視台清醒的呀，細妹雙重呢啊，我開始來播出的，也拜同細妹雙重一模共用。共用嘅係全部都係細妹打籃球嘅呀，Hikap啊，唔過亞拜這個規格層級不一樣了。我們從原本是高中的女籃，到現在是都亞直籃，然後甚至有這個國際賽事的這樣子的層級。故說整個視野都冇共用，那演員沒冇共用，韓國沒有搶來東島呀，大家都宿舍呀的演員來到呀，女孩上場2來演戲本大家看哦。啊，三號來就像洪正基秀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剛剛你有講到跟夏哥對戲的這個心得，那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安心亞，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新亞對戲的心情。跟他對戲其實蠻好玩。一開始知道有沒有很開心，可以跟女神一起演戲？有啊。可是問題是看到角色介紹就知道說他也不是善茬，他就是一直來找麻煩的感覺。畢竟他是一個鐵血教練，所以他不會給你好臉色看。不管是對球員還是對。我應該算他同事，就算是集團找他來當教練，但是我們應該也是同事，他也不會給。想象他鐵血教練看這麼甜美。是啊，所以他整個氣質是不一樣的，所以說跟他合作對戲的感覺跟相處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哦，所以有看到他在戲裡面就是完全改變了一個樣子，變成鐵血教練的感覺。應該是他比較讓人少看到的那一面。那包括戲劇上也是那個形象是比較有點像是執着，然後很冷血哦。對，可是他的柔情是隱藏在吉他，隱藏在裡面的。哦。
会慢慢的去感觉哦，这个教练其实有温暖的地方。我们现在就不能讲太多，因为很怕剧透。对啊，讲一点点，不能讲到点。对，那杨琴其实也有跟新雅有一些对戏，对不对？刚刚讲的情绪，你可能也有参与其中，对不对？那一些情绪可能在里面。有。对啊，但是还是不能说。不过不能说。泰嘎坤呀，女孩上场2就是迪耶。阿姆哥跟他们有共斗，这个同剧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厉害的演员，就是我们的丁姐。对，丁姐她在剧情里面她的角色她是饰演那个中华队的总教练。就是你后来去打中华队，那个中华队里面的教练。对，大家都叫他严总，但是我都称他老师。哇，对，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严格哎，这种感觉。他在剧里算是一个蛮疼我这个球员的一个老师。对，然后在剧中也是，不管我发生多少大小事情，他都是想尽办法在帮助我。对，然后他是掌管台湾女篮界的重要人物，他也培育了不少优秀球员出来。对，所以上回看亚的演同台表戏的话，大家聽到新嘅廚藝開始就會準時來สู่看我哋細妹上場咯。韓國出台亞的很厲害，大家認識了亞的演員，因為還有懂得後上演員就會順風海報這些非常青春可愛亮麗的面孔啊。其實亞的球員，他們真的是要打像這樣子職業籃球的戲，其實亞的咩本身。很多都是球員，對不對？洪正要不要介紹一下你這個領隊帶領的這些球員們？是，他們真的都不簡單，每一個都是至少打過甲一，然後聯賽的球員，所以每一個都真的會真功夫。到現場我們比賽的時候拍比賽的時候看到那個戰術指導嘛，他就會拿一個板子，對，甚至都不用拿了，就直接說。這種板子。他們會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就是一些戰術啊。我舉例，但不是這樣講，他是說那個 A B 啊 C 啊 D 啊，你就等一下怎樣怎樣，我們其他人就不傻傻，然後看到他們根本也沒在看，就這樣，就都聽懂了，然後就可以執行那個戰術了。哇，所以你們彼此都曾經認識過嗎？因為你們都是同一個領域，有些是認識蠻久的。有些是不太熟，但有幾個是也一開始也不認識。對，但是有一些是已經稍微有點認識了，因為在打比賽的過程當中。對，我跟那個3號玉君，我跟他認識15年了。哇塞！他是我之前這里洪正手上拿的這個板子很可愛。哇！我跟他認識比較久。好難得哦，就是蘇斯的同球，然後又是大家都打籃球，然後就最後不是最後，就是中間跑來演戲，就一起來這樣子。對，所以他們在打這個比賽的過程中，都聽說都是真的在。像是比如說一些打球的一些戲的畫面啊，或者是一些橋段啊，比賽，你們都是真的上場在打的，當真的比賽在打。一開始我們想說是拍戲，我們的刻板印象就是應該用剪接的吧。對，但是其實因為我們身體有肌肉記憶，所以在做動作的時候覺得蠻怪的。那到後來就是會跟彼此說，哎，等下真來哦。就是叫他們打假的，他們不會，不會，反而拍起來好像怪怪的。就叫他們真的打，他們就對，沒辦法打假的，只能真的打。他們已經練習太久了。因為都是專業的。哇塞，嗰時候迄講真見有啲嘅看籃球，迄講打籃球嘅人呀，都看亞普皮卡一定會覺得很過癮，因為都是真的打，都是真的球員在裡面來表現出來。嗰時候我想問一下楊琴，就是你自己是籃球員，後來也在當老師，你要不然有沒有想到講想要來接客家電視台的戲？因為其實這感覺是完全跳脫到另外一個領域哎。對，我當時候是。家長丟那個甄選的對海報丟給我，就是我不知道有在甄選這件事情。對，然後因為它上面條件是寫說，曾經參加過甲一球隊跟中華隊的球員為主。對，那他們覺得說你的條件就是符合，那你就去。那我一開始蠻抗拒的，就後來也沒有。就我沒有演戲，想要當明星這樣子，對，沒有想那麼，就是當時我想很多，後來沒有想這麼多，因為我有跟第一季的有2個也是我學妹，我有詢問過一些問題，對，那他們也說你不要想太多，你就去試看看這樣子。
然后你就去了，我就去了然后就试上女一，然后就一路这样走到现在这样。啊，这要感谢这个我们的家长，一听黑哈嘎天使手一个粉丝，所以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推荐杨晴蕾呀甄选我们这个女孩上场2，然后成为我们的女一，真的要大大感谢这位家长，太可爱了。所以跟雄心真紧爱拍一部片呢，黑无案件难的事情。今日也请难得邀请到2個演員來到節目當中，當然愛分享一下生來家的做戲的時節啦，有冇乜該輕辛苦的事情？比如說洪正好了，洪正雖然是這個少爺的身份，但其實在節目裡面，在戲劇裡面也是很投入這個球隊的各項大小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在拍戲的時候，知道輕辛苦的事情黑馬該？我覺得真的最辛苦的是拍球賽。因为球员他们你又不用打，是球员不同的辛苦，球员有球员的辛苦，很辛苦，他们要一直跑来跑去，而且我们吃饭的时间全部都配合球员，对，因为他们运动嘛，所以说他们不是真的就是照比较正规的3餐的时间，因为那样子对他们的身体来讲负担太大了，他们要一直热，然后冷热冷，所以说我们的吃饭时间是3个小时吃一次点心，好幸福哦，然后。对，可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点点补充热量那种，而且我们吃正餐，一般演员跟球员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营养师推荐的，就是那种那个什么健康餐，健康餐，很多蛋白质之类的，对，而且没有什么调味的。哦，所以我觉得一般球员跟一般演员跟球员分别不同辛苦的地方是，我们就只能坐着，他们可以在场上跑来跑去或怎么样，可是我们一拍就是大概就是拍大概1天5、6个小时吧，不止哦，加上晚上文戏，保守估计8个小时啦。你就每天到了一个地方坐着8个小时，然后除了看场上的经过做反应之外，你不能做其他事情。所以你在场上的反应，你大概都是什么？哇，没有，是很焦虑，要看剧情啊。对，所以我们除了看之外，你还要记说。哦，可能他这一球他是怎样投的3分，我的反应是怎样，到时候再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反应？你要做那个反应。可是问题是，那可能是早上6个钟头以前的事情。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在旁边等很久，点都黑中午得大 Q 哎，你像周围丑都给片，让你觉得最痛苦。而且一做是5天啊，1天8个小时。那你有想打球吗？你有想下去打球吗？很想啊，真的很想啊。可是问题是，就是我们下去打就是完了，他们打是在热身、在拍戏、在排练。可是我们去打，一方面会增加其他工作人员的负担啊，要帮我们捡球之外，当然不是一定要帮我们捡球，只是他们要护着我们有那个租那个广告的电视墙，对，那打坏是要赔钱的。对。所以其实没很简单，就算不是打球的，丑到损风也是很煎熬的事情。那杨晴呢？真的要打球的人，觉得最辛苦的、最难拍摄，或者是你拍最多次的，也是球赛因为就是球赛有很多我自己个人的角色啊，然后导演给我的动作都是我在过去职涯中从来在场上没做过的动作。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蛮有挑战的，而且是在没有那么长时间可以热身的状况下，我要比如说拉杆动作，或者是拉杆是什么？完蛋了，问号。就是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然后甚至是投3分都是。对，然后印象最深刻是那一整天都是在拍我的个人动作的最后一球。压哨球、逆转胜那一球是我要从底线，然后接球过场，然后做动作，然后最后要投出去，还要在响哨前进球。我第一球进了，这个画面好像没有带到，然后就再拍一次。你本来是擅长投3分球的人吗？不是，我是在禁区里面游走的人。所以你根本就不是擅长投3分球，但是你要拍这个投3分球最后的这个。但我可以练，给我一点时间练，我是可以投进的。对。对，就是最印象深刻是那一场啦，但是拍了很多次，第一球进了，然后镜头没带到，从后面开始，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你不要一直把没带到这件事情跟我有自己去看镜头，导演真的没带到，因为那一球的难度真的很高，他是要从那个底线发球，然后一路运到半场之后投最后一颗球，没有剪接，那旁边那个是那个摄影大哥是
推那个车子，哦，那个场务兄弟也是推着车子，因为他们跑的其实很快，因为他们不打假球的嘛，所以说他们跑起来就是跑得很快。哦，那你想想看，机器那么重，他这样推那个车。他是推到我们那个板凳球员面前，他们已经整个是人仰马翻了，已经都刹不住车了。那个真的是难度太高，你不能一直怪他们说第一球没有拍到。那总共拍了几次？板凳下是跟我说17啦，那你觉得不止是不是？应该是17次啊，因为后来导演有跟我讲，是17啦，因为我们板凳区他们有稍微算啊赌了一下，但他们都赌会第几次完成。17度张翕一粒很重要的镜头，鼓手碰戏卡真影黑某暗夜难的事情，还有东东女友会同大家的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客家電視台新嘅戲劇《細妹上床》，依再來播出了。今日也有請到兩個演員來到節目當中，分別係我們的女一哦，我們的楊晴來到節目當中，還有這個安東隊的領隊，我們的少東反正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頭前兩台沒有講到。其實亞白整個成績都不太一樣了，從原本是高中的籃球比賽，到現在提升成績都要冠軍呀，甚至到這個職業的部分。那其中有一類這個比賽的場次是要去韓國來比賽。但是雖然我們真的有去韓國來翕這個戲劇的片段，但是球賽的部分是沒有真的去韓國翕的，係喺台灣翕的。我們把八卦山變釜山，楊晴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到八卦山看到這個釜山的球場的場景的時候，你那個心情係乜嘅？我剛開始踏進，因為那個體育館我之前有去比賽過，所以我在場外的時候我就很平常心走進去，因為我知道裡面長怎樣。對，然後一踏進去的時候，我有嚇到。哦，為什麼？就是有那一種，想起我當年在世大運的時候，對的那種比賽場館的那種感覺。對，然後又加上在台灣比世大運，有在這個場館比賽。不是，我們17年是在小巨蛋。哦，但是這個環境讓我覺得是跟就是國際賽會比賽的場地，然後加上韓國隊是職業隊的球員。嗰時候就係有韓國的職業球員來到台灣，跟你們來比這場戲。然後他們也是職業球員，之前有對手打過球嗎？你是說跟職業球員，韓國的職業球員也有，在真實生活上也是有打過球。有。然後亞白是在戲裡面有。戲裡面啊，那感覺好特別哦。但我還蠻平常心的，就是不會特別興奮或什麼。但是我蠻佩服劇組的，就是可以把場地弄成這個樣子，然後又可以找韓國的職業球員來跟我們拍這場戲。很用心，對，很用心，對，應該用熊熊就吃到很不簡單。其實包含我們現在看到後面那個毛巾，有那個 Chinese Taipei，就是中華隊的那個比賽的毛巾，還有這些什麼包包啊，還有這個其實都是我們戲劇的道具，對不對？都是因為泡壓出戲劇鼓手準備像就是加油應援的這些道具，其實都感受到整個劇組不管在幕前幕後都是非常的用心，想要來經營一部細妹上床呢同大家來分享。嘅當然啊，演員當然咩輕辛苦的素材，其中一部分就係愛學講客，他不止演戲就好，其他都很愛學講客，這些應該大部分都不是客家人。對吧？楊晴自己也不是客家人，不是。然後反正他一般客家人，松柏的那個暗夜微光沒有做過客家的戲劇誒，亞白算是第2次接觸客語的戲劇。那你知道亞白學講客有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快進入狀況哦，一部分是更加熟悉嘛，第2部分是老師是同一個。哦，所以他的發音呢，我已經習慣，都是純根，是，所以他的一些，因為我們都是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云端啦，老师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字都分别的录给我们，好难哦。所以我们就把它听完之后，就再想办法把它跟那个其他演员的台词给对上，这样子。所以你们是自己听自己的，然后没有听过别人的。那在对戏的时候，一开始会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吧？所以你要去其他人的云端听啊，你还要听别人？对时间哦啊，你有时间听别人的哦？你没有吗？我没有，我台词很多。她是女主角，那还要打球女主角她的那个词比较多啦。哦，所以在这个你说这一次会觉得练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困难。是。啊，不过其实你既然没讲戏言，你算是你爸爸会讲会溜，还录枪。对。那你学视线，你会不会觉得会被爸爸的课语拉走这样子？就一开始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要拍这部戏的时候，我爸就说好啊，我可以教你啊，就讲得很满这样。但后来我发现不对，我们讲的腔调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很混乱，我就说先不用，我就还是照老师的。对，所以这次我觉得比较上手，对不对？对。哦，那杨琴呢？自己不是客家人，然后打篮球算是专业，但是要演戏，然后还会讲哈。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一开始的前2周，语言这件事情蛮困难的，就是就像杨洋讲过，我其实学多久啊？就边看剧本，边背台词，边把客语直接串进去的去学。但我一开始是硬背，我其实也不太懂那个中文的意思，我也不知道对方讲什么。那2周过后，就是我发现不行，一定要去理解那个意思，我的客语才有办法翻过来。对，然后后面开始就变得比较熟悉，然后我也跟纯根老师要了一些客语的歌，每天听，然后都听谁的？邱淑婵，她有一首叫《忘》，对我每天就听那首歌，然后让那个语感进到我的细胞里面。然后你选择一个客语很好的人的歌来听，真的假的？对啊，淑婵客语很好，老师推荐给我的。对，他那个旋律我还蛮喜欢的。哦，鼓手会听唐客家歌来让自己更熟悉客语的语感。对，那后面有觉得学起来比较顺吗？就是或者是来用 p o k 时间有赏时可能会。导演想加词啊，还是什么状态？在戏里面也会有这种状态发生吗？也是有，但他会先询问我们 O 不 OK，然后是要找客语老师，但因为他加词的东西比较短，所以我可以直接当下就说我自己可以，然后就把它翻过来这样。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已经客语好到可以自己加台词。后面啊。就是短短的一句，但我会跟客语老师做确认，说我念的对不对，我的语调对吗？对，我就开始拍这样。啊，跟基本从6样的时间共行，你大部分都唐的色，还部分唐的色，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客语，有一些你大部分都听得懂。现在吗？对，差不多忘光了。我想说，我刚刚讲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听不懂，原来是忘光了。需要练习。对，因为那时候是很密集，对，很密集的一段时间，当夜都一直不断的在客语的世界里面。对，好啦，很有趣。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戲劇可能會唔啲嘅素材。鼓手啊，福起來咧有咧親神奇嘅單元，我都有發加講，所以我們就要來看看他們私底下的一面哦。來，接下來同大家來分享嘅係，我們這次很壞，我們這次是客語題，然後合法都會同運動有關係。這個是客語的就是它的文字，客文字，這3個字走相逐合在一起是一個運動。可以用客語講一次嗎？走相腳，走相腳，走相腳是什麼意思？要讓我們猜是嗎？對呀。你就覺得走的客語，走的客語，走相逐就是應該是你追我跑的一種感覺。哎呦，不錯，足球，不錯，你追我跑。好啦，我覺得你快要猜到了，但不是足球。哦，好，我要公布答案了。1、2，為什麼有2層？等一下，賽跑。赛跑，走熊狗就是走就是跑嘛，熊狗就是互相追逐的意思，所以你追我跑是很接近的，就是赛跑的意思。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走熊狗，走熊狗。好，学起来了吗？还有下一题，这一题
比较简单啊，跳绳哦，跳绳吧。好厉害哦！你怎么猜到的？跳中文已经很明显了中文很。明显。锁会很明显吗？难道是打麻将吗？锁仔。很厉害耶！所以锁很明显是绳子吗？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在客语的思维太久了，我有点难判断“锁”这个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容易可以猜想？绳索啊，哦，所以就一下就看得出来是跳绳。感觉直觉是跳哦，绳。我应该第一题先问这题。好了，我们来学一次挑手哎。挑手哎，好，学起来了吗？挑手哎。挑手好，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西妹上場呢出來播出了。我們最後用一句話來推薦女孩上場，好不好？洪正先開始。女孩上场是一部青春热血、爱恨情仇交织的伟大戏剧。好，萬楊晴。女孩上场2是一部激励人心、内心会非常动人的一部剧。沒錯，希望大家都來準時收看哦。4月初1日是8月半夜按部調10點，大家準時收看西妹上場2，什麼洪正跟楊晴，謝謝。謝謝。那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條件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